好，分享真到现场，刚好有手机摕来吼，出头有避水吼，大久的避水做得看呢，含有来去8的重了1日的发通哦，加手机有情自足，含有就会挑战组吼，一下来手机下吼有慢活的，好冇？慢活组，因为大家就提到去到动铺的时间啦吼，发脸啊、推动啊，就会听的咯，马家就会不用慢脚铺啦，因为要来吸水下吼分多金，还有这片的宁情没，刚才没有讲的没吼，后山。后水后宁情，故说马家就听的落，系冇？错。故说有咧慢活组，咩老七个体里面有关系啦，系冇？对，小记下吼，有门牌北讲系乜个意思咧？门牌吼，嘿，记得。迄讲伊咧景点就错嘅，错，记得讲景点，记得都系挑选讲的，弄起来会去死人叉，啊，连慢活组，系用11车，慢慢的行，慢慢的看，用脚啦，系冇用行嘅。不过要在素菜后呀，安排路线周清就会用行就行得到嘅，行得到嘅。错，中央日本神社然后水库喺动水车，错，水车喺动群。记得家己本就是在那种诶新泉圳。日本时代的就诶，它的水很清澈，它的水非常的清澈，是，就坐在神社嗰片看到古迹，错，然后有一个水车，有一个造景，哦，空中面会不会有蓝布 DIY， 进来工坊的 DIY， 记到行动圈，它一场的路都到嘞，哦，还有老面呐、午餐呐、小海肠拉面。还有就会擂茶 DIY 咩系冇？錯。嗰個啲片吼，糖起來有動到嘅 DIY 呢，剛才有講到餅乾，吼按腔啊馬家就會有冇餅乾呐，吼有藍鋪啊 DIY 啊，還有擂茶哦。呀，周清就客家民俗啊傳統啊，周清就會。錯，佢對社區發展協會，佢對人力非常的夠，他們很團結。吼，雖然目前係農業假，冇到差不多50人歲人，佢對婚姻假目前就事先好做，目前動強，會做班，會做安尼包嘅饅頭，會做餅，嘛會擂茶，嘛會教你做那種嘅染布 DIY。周清嘅發通吼就會啲安補條7點以前就結束嘅。錯。故說食飯啊，攀族啊，吼食飯周清就會啲6點人啊，吼就會開始食啊，7點以前就會老太家趕到去冇，去到保安局嗰邊就錯嘅，然後開始嚟看下表演。哇，故說嗰邊看起來聽說係人山人海吼。哦，當然目前嫩門音，我們沒有說謊話，有這些準備的那種是冇拿錯，當然去到魯順去咧。我說呀，方面香港當然就係前幾年咧發通就錯嘅。又有合唱團啊，就做嚟有表演啊，歡樂年華啊，對，嗰種誒研習成果的相片。哦，就冇強用就錯嘅。冇強用，你係淨係對客家文化會館演藝堂。哦。今年2月7號，大擺就冇有冇強用發通本大家看啦。錯。不過剛才講到嘅嘢吼，出嚟呀了1日貼嚟高票咧，剛才講過嘅嘛，要周清就係7月26號今日咧20條嘅發通。按補條嘅時間咧就會變做晚飛嘅、暗飛嘅。暗飛嘅時間咧就有看到鼓王啊，還有打擊樂手啊，有動冇強用動精彩嘅發通。唔講吼，嗱有一個問題啦，因為剛才一開始就有講到嘅花蓮咧吼。茶票啊，還有迄個素菜啊，可能吼，迄個素菜就有一定的距離啦，吼，還有茶票真難買啊，交通啊，像人唔會試茶，會去到嗰片用甲山哈，嗱 contact 裡面有8、9點的有誒吼，9點人要10，還要10點的，要要吃宵夜呢，冇問題，做你發練習，做唔對啦，我實體高票就冇茶誒，有。做得來大家講一下交通的部分。冇問題，我對目前就上到挑選安尼主持人講的問題，我攞到兩個冇差，我原本是看表演，我看術，我係個不轉移。係啊，傾用架實，因為剛才有講到嘅喺26號嘅時間拜六呢，拜六嘅時間喺這成條安尼老料嘅時間會有人土定嘅，好會有偷懶演啊嘛噶，50條嘅時候，大家周清就啲呀，看睇表演過後咧，就冇人會插人一條嘅。我哋就一個種係水美，水美車站，我哋有設接駁車，來往。安尼嘅活動辦理嘅嗰種係辦理這種地段，所以你唔是咁講，喺裏度你湊火車湊到水尾，我哋就要插在呢類。
活动举办地点。结束了，俺不挑，含迄尾，有清暗吼，尾有几多点的差的喏，清暗10点。那就有看过10点、11点，或者12点，含就火叉。哦，迄某一发太家可能就做在迄那个长明文化馆以后，伊带伊下文化神沙咩做在，用干啥？唔会，切腿毛因的问题。唔讲吼，要交通吼一溜里来吼，真正就会推动啊、发展啊，要动铺体系咧生态的问题咧。然后无论迄呀客家事务处吼，像个举办法通吼，含迄观光处吼，像个观光铺吼，像个来做咧推广的时节吼，也迄唔迄一溜来就迄个问题啊。错，所以我哋办法通，一定要有接驳车的上班，像我哋列牌，吼，除了这个种的火叉挑就接驳车，它在针对那对客庄重点城镇，它对马就不记一推的，嗰种游览车。哦，游览茶就错嘅，係呢度現倉。嗰種遊覽茶嗰種啊，係唔係就一報名係係？錯，就先報名就錯嘅。古時候大家知道啦，許多要發展啊、推動體系吼，做啲慫恿吼，做啲先報名、先預定嘅吼，先注文嘅吼，租金就會先做好。因為許多嘅片吼，人家是唔即家喺試茶就做啲煮茶嘅啦，吼，也係冇問題嘅。某一方可能就會想辦法吼，迄個素材啦，因為硬知道迄老料迄搞吼，清主要嘅就會溝通。這個東西唔是講你推慢咩吼，你慢耐就做得成。這個東西唔是講，唔過喺交通還有迄個素材也用好吼，用好吼就做得去老料動到素材係冇？錯，一定嘅，我哋試嚟動到。嗰個新來吼，剛才有講到，就係7月份嘅發通，7月19日、16號吼，有咧古王爭霸戰咧，規則整套嘅套裝行程，把啲種嚟老料音樂嘅發通啊，還有按部時條啊，做對來看表演咧。其實呀，客家事務局吼、事務處吼，咩判嘅動到嘅發通，啲批咧1分吼，咩清無限吼。就，係我哋官員。弄成就例行性的法通，像年初就會按呢天穿日的法通，錯，係。唔過8月份、9月份還有乜個法通冇？像我哋會館地背，7月對成人呢，我哋要辦2梯次的，嗰種誒成人的夏令營，都會圖了咗成人呢，去我哋花蓮縣地北都認識一下自己嘅素材，客家的會館文化嘛噶。如果從方面後面有動到吼，喺目標用喺2012年嘅時節吼，沒有舉辦目標用嘅法通係冇，夏令營嘅法通，係目標用嘅梯次呢。錯冇，然後內容嘛冇強咗。我除咗也以外吼，其實沒有動到嘅沙期嘅法通係冇，老人家咩做對參加嘅歌謠班啊，還有個係經典嘅講嘅就係推廣。推廣嘅行業嘅部分，沒有教大家講合法嘅部分。有，我哋行業吼練啥啦，唔敢講一年就辦按到，我哋按練啥按到年內，我哋到今年就辦7個研習班，對像天勝主持人講嘅，就歌謠班，我哋提升係按呢客家歌謠班，過來客語研習班，然後。嗰種客家傳統山歌哦，山歌誒，山歌老歌謠有冇強用？冇強用，冇強用歌謠比較偏向流行歌曲，傳統老山歌就是我們的天上大步調啊，走，跟有研習嘅對象嘛，冇乜嘅強用。係，我講到哪？還有咩客家舞蹈班？客家舞蹈班，客家舞蹈班，這個班也很特殊哦。佢線上係大陸來嘅，佢係北京舞蹈學院畢業線上，專門搶來嘅。唔係佢係教到兩行來，唔講佢本身就有安尼嘅專長，佢嚟教我哋。我哋當到嘅學生咧，嘛唔係安尼行音，不過他們每一個都身材曼妙，跳嘅舞。真件順利法連也就素材吼，較大嘅族群吼，順利有4集嘅冇？錯，就是客家、閩南、外省。原住民是哇，周青就 mix 腔下就對融合嘅，非常融合。嗰個地度做得看到冇腔樣嘅文化啊，吼周青啲法連體系就做得看得到。唔講話，剛才有講到嘅周青就係事務處啊，含係沙期體系吼來舉辦的一些嘅法通啊，口中唔似假嘅。你這個你對呀法連吼，你不但就係法連人咩吼，你知道呀法連有乜個卡侍奉嘅景點做得小給本大家，含係愛教大家運用嘅來老了法連咯。
就是安尼就讲，咱对发脸哈适合慢活慢游，是，不用了会较重些的哦，我会建议提早来3日4日。哦，3日太短的啦，那样粗茶的鱼都变就阿美。1个礼拜。不过公司会无假无哈。基本上哈，那对发脸旅游它分3个路线啊，肯定有办选择，就是像我们名闻国内外的太鲁阁嘛，什么哈国家公园，对，一个路线就是往那边。我懂爱对纵谷地区，对，就是按你讲哎，从花莲市哈，沿着那个什么。吉安，不是，就我们的台九线，沿着我们的台九线这样一路玩，这样的一个景点，哈，再来就是海岸线，对，像我们的从安尼八个种，你都做一天用搞容易的呀。哦，听的够啦，错，嘿，你去到花莲就问，下一站嘞，下一站。你走马看花就欣赏不到它的美，跟它的风土人情。7月份的时间吼，还有动作会发通的，像迄呀金针花开的时间，要迄夜市。错，它的金针花季都会差不多会8月9月，加提酱，我对发脸就2种素材做在看，一个是在玉里的赤科山哦，你的故乡哦，那故乡玉里哈，对，是，然后一个是富里乡，是我们花莲县最南的乡镇60担山，那个景也非常的美，它有小瑞士之称。哇，唐蛋都很推荐大家来。松明就做在看到哈，有懂你去到个片，翕的相片。贴片的奖啊，哎呀，南部人高一闹有冇？讲的高一闹高一奖的用的安尼。唔讲好，今日主要一首嘅本台家己嘅，就係花蓮天氣哦。7月19號還有7月26號吼，做咧歡迎大家來到28日鐘吼，向下來欣賞，向下來參加吼，向下來釣鬧呢就做嘅來咧古王爭霸戰吼，係冇？今日咩當神夢啊吼，就係神夢考中來到現場吼，來小嘅按到出嚟呀古王爭霸戰以外咧，其實有小嘅動作。花蓮啊，八日種嘅一年做得老料嘅素材係冇？錯，新聞案列主清音，我講到模糊，唔可以講嘅動好嘅嗬。希望大家嗬，喺第一7月份嘅時候，7、8月份嗬，做得太年細緻嗬，就土定細年嘅向下來咧變料變厝價哦。因為也下嗬變料嘅時間嗬，其實咩特別嘅從啊，太年啊嗬，也外啊，咩土定細年嘅做得高水以外咧，咩做得來到了後山嗬，花蓮來聊聊哦。今日同感謝口裝嗬，歡迎觀眾朋友去到花蓮來聊聊哦。好，一下就先來，也可以下等下就做得停停欣賞，向下來做運動了。